后来过年前有一寡餐饮业已经起价，若无起价，讲过年后嘛会对得起。餐饮业的头家讲，因为食材甲原物料的成本压力，再加上过年前办买艺需要较侪卡手，这拢是起价的关键。出门上班上课，早顿食一粒美国挂包。 或者是中昼休困的时间，食一碗牛肉面。即马出国要食一顿啊，都要加啉钱。三商餐饮去年底调起三商客户绩效，品传人这个月20号卖起价，金茂相生含炒花豆牛肉面绩效贵10块钱，起价品项上济起到4%。苹果旧日过年过发现场嘛可能对得起价，那同款是餐饮上市贵的 Q Burger 含汉来美食继续卖起，尤其即马当时买价大贵。 汉来宴会厅平均起10%到25%。年节的时候，人力上面的费用会增加。从去年到今年，整个食材调涨的幅度大概都是几十%，尤其是进口食材的部分。今年的1月1号的基本工时也调涨为时薪190元，原物料暂时也是回不去了，所以涨价是必然的趋势。 实在成本和真侪业者拢还餐，亲像猪仔介绍超过农业部设定的每公斤95块，甚至达到100多块。今仔1月初中班的猪仔已经起1%，搁较大只猪仔155公斤上起超过3%。牛肉嘛对得起，若是用牛肉为例，起超过1%。因为没有猪，1年呢差了几十万头。年节的猪肉被摆杀坏包括做腊肉，国产的猪肉才可以做。理事长嘛发声，一含猪农同齐稳定低价，规日过年会控制伫咧100块以内，毋过补价直直咧飙升，就惊全年餐厅的一间一间对得起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